你家冰箱里有苹果吗？如果你是那总血压偏高、血脂超标、晚上睡不好、肠胃又不太舒服的中老年朋友，那你一定要仔细听我接下来说的话。很多人每天吃苹果，以为这样就很养生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你这样吃苹果，可能只发挥了它10%的功效。是的，你没有听错，10%而已。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方法，让苹果真正变成你的血管清道夫，让它从普通水果变成守护你心血管健康的利器。这不是什么偏方，也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有科学根据、有实际案例支持的养生智慧。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关掉影片，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帮助你远离中风风险的方法，而这个方法的材料就在你家厨房里。我知道你可能会怀疑，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别急，我会用最清楚、最科学的方式，一步一步告诉你这背后的道理。请你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保证这会是你今年听到最实用的健康建议之一。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认识一下你，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的，台北、高雄还是海外的朋友。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疑问，也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我会尽量回复大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分享的健康知识。我也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如果觉得没什么用，那就打0。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能让我知道我分享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你。好，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首先，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让你明白苹果到底有什么了不起。你可以把你的血管想象成家里的水管，水管用久了会不会积？一堆水垢、油垢会，对吧？血管也一样。我们每天吃的油腻食物、高盐分的料理，都会让血管壁慢慢累积坏的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英文叫 LDL。这些坏胆固醇一旦堆积，血管就会越来越窄，血压就会越来越高，最后可能引发心肌梗塞、中风这些致命的问题。那苹果呢？苹果里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成分，叫做果胶。果胶是一种水溶性纤维，它的作用就像一个聪明的清洁工，专门在你的肠道里吸附那些坏胆固醇，然后把它们带出体外。换句话说，果胶就是你血管的通衢工人。有研究显示，每天吃1到2颗苹果，持续几个星期之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可以明显下降。这不是我瞎说的，这是荷兰的科学家经过长期追踪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他们发现那些每天吃苹果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不吃的人降低了将近20%。但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苹果不是药，它不能取代你正在服用的降血压药或降血脂药。如果你现在有在吃药，千万不要因为吃了苹果就自己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苹果的角色是辅助，你的治疗是帮助你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多一层保护。它不会创造奇迹，但它会用科学的方式默默地守护。你的健康前提是你要有耐心，要坚持。所以记住，苹果不是仙丹，但它是你可以信赖的伙伴。接下来我要跟你谈谈苹果跟血压之间的关系。很多中老年朋友最头痛的就是血压控制不好，一下高一下低，吃了药还是不稳定，这种感觉真的很煎熬，对吧？那你知道吗？苹果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器。
我们的血压简单来说就是一场钾跟钠的拉锯战，钠也就是盐分会让血压升高，而钾则是会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让血压稳定下来。苹果里面含有丰富的钾，它就像是你身体里的平衡大师，帮你调节钠跟钾的比例，让血压不要一直坐云霄飞车。除了钾之外，苹果还有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叫做类黄酮。类黄酮主要存在于苹果的皮里面，它可以保护你的血管内壁，让血管保持弹性，不会变硬变脆。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水管，年轻的时候，水管是有弹性的、柔软的，但年纪大了，水管会变硬变脆，稍微一用力就可能破裂。而苹果皮里的类黄酮就是在帮你保养这根水管，让它即使用了几十年，还是能维持一定的弹性。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吃苹果千万不要削皮。当然，如果你担心农药，可以用盐水或小苏打粉仔细清洗，但千万不要把皮丢掉，因为那是苹果最营养的部分。苹果真的可以说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血压保镖，它不需要你花大钱，也不需要复杂的手续，只要你每天坚持吃一颗，配合正常的作息和饮食，你的血压就会慢慢变得更稳定。除了心血管，苹果对肠胃也有非常好的帮助。我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有时候便秘，有时候又拉肚子，肠胃功能就是不稳定。苹果有一个很神奇的特性，叫做双向调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便秘，生吃苹果可以帮助你通便；如果你拉肚子，煮熟的苹果可以帮助你止泻。这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其实不矛盾，因为苹果里的果浇在不同状态下会发挥不同的作用。生的苹果果胶比较粗糙，可以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排便。煮熟的苹果果胶变得柔软，可以吸附肠道里多余的水分，帮助止泻。你可以把肠道想象成一个乐器，如果音调太高，苹果帮你调低一点；如果音调太低，苹果帮你调高一点。它的目标就是让你的肠道维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朋友来说，肠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这时候煮熟的苹果就特别有价值。所以别小看这颗苹果，它对你的帮助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好，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要揭晓今天的重点苹果的黄金搭档。我有一位病人，姓张，今年68岁，住在新北市。张伯伯来找我的时候，他的问题很典型，血压控制不稳，晚上睡不好，容易疲倦，食欲也不太好。他吃了很多药，但效果总是差那么一点。后来我问他，张伯伯，你平常有没有在吃苹果？他说有，但就是普通地吃，也没什么感觉。我就跟他说，那你试试看，把苹果跟红枣一起煮来喝，每天喝1碗，坚持3个月，看看效果如何。3个月后，张伯伯回来复诊，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好很多。他跟我说，医生，我现在晚上睡得很好，早上起床也不会觉得那么累了，而且血压也比以前稳定。你看，这就是苹果加红枣的力量。红枣在中医里面叫做补气养血、安神助眠的圣品，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血液，让你的气色变好，精神变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你睡得更深、更香。你可以把心脏想象成一盏灯，血液就是灯油，如果灯油不够，灯就会忽明忽暗，你的身体就会感觉疲累、无力。红枣的作用就是帮你加满灯油，让这盏灯可以稳定的燃烧。而且苹果跟红枣的搭配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苹
果偏凉，红枣偏温，两个一起煮，刚好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既不会太寒，也不会太热，最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饮用。如果你也是那种晚上睡不好，经常翻来覆去的人，千万不要划过这段内容，因为接下来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出这碗养生茶。现在让我用一个更清楚的方式来解释苹果跟红枣为什么这么搭。你可以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座城市，血管就是这座城市的供水系统。苹果的果胶就像是清洁工人，专门负责清理水管里的脏污和堵塞物，让水流可以顺畅地通过。而红枣呢？红枣就像是能量工程师，它负责提升整个供水系统的动力，让水泵，也就是你的心脏，可以更有力地运作。一个负责清理，一个负责补充能量，这就是为什么苹果跟红枣一起煮，效果会这么好。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苹果性凉，可以清热润肺；红枣性温，可以补气养血。两个一起煮，刚好达到阴阳调和的效果，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身体可以很轻松地吸收这些营养，而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这种组合特别适合那些体质比较虚弱或是肠胃功能不太好的中老年朋友，它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反而会让你的身体慢慢恢复平衡，慢慢变得更健康。所以记住，养生不是要吃什么昂贵的补品，而是要懂得配对，只要配对得当，平凡的食材也能发挥不平凡的效果。这就是中医药食同源的智慧，也是我今天想要传递给你的核心观念。好，现在进入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做这碗苹果红枣养生茶？我会很详细的告诉你每一个步骤，你只要跟着做，就绝对不会出错。首先准备材料，主要材料红皮苹果2颗，建议选择有机或是彻底清洗过的。红枣8到10颗，大颗的话8颗就够，小颗的话可以放到10颗。水1500毫升，大概是一个半公升。选用材料：生姜2到3片，如果你容易手脚冰冷，可以加姜片；枸杞1小把，大概15到20颗；红糖适量，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血糖偏高，就不要加红糖；如果没有，可以在起锅前加一点点红糖调味。接下来是清洗的步骤，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偷懒。清洗红枣，先用清水冲洗一遍，然后放一点盐巴和面粉在水里，把红枣放进去搓洗，这样可以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洗得更前净。洗完之后，再用清水冲前净。清洗苹果，苹果一定要连皮一起煮，所以清洗要特别仔细。你可以用盐巴或小苏打粉在苹果表面轻轻搓洗，然后用清水冲前净，记住不要削皮。好，材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开始煮。第一步，处理红枣。把红枣用刀子划一刀，或是用手稍微掰开，让红枣的营养更容易释放出来。如果你体质容易上火，可以把红枣的籽挖掉，这样煮出来的茶会比较温和。第二步，切苹果。把苹果洗前净之后，去掉籽和果核，然后切成大块，不用切太小，大块一点比较不会煮烂。第三步，下锅煮。把水倒进锅子里，然后把苹果、红枣还有姜片，如果有加的话，一起放进去。先用大火煮到水滚，然后转成小火，慢慢煮20分钟。在最后5分钟的时候，把枸杞放进去。等时间到了关火之后，如果你要加红糖，这时候再加，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煮好之后，你会闻到一股非常温暖、非常舒服的香气，那是苹果的清甜跟红枣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个味道会让你想起小时候妈妈在
厨房忙碌的画面会让你感觉到家的温暖。记住，煮这碗茶的时候不要急，不要赶时间。养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你越用心，效果就越好。煮好之后，可以趁温热的时候喝，也可以放凉一点再喝，看你自己的喜好。如果一次煮太多，可以放冰箱冷藏，但建议2天内喝完，这样营养才不会流失。好，虽然这碗苹果红枣茶非常好，但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你一定要记清楚。第一点，如果你有糖尿病，红枣本身含有糖分，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血糖偏高，红枣的数量要减少，建议只放3到4颗就好，而且千万不要加红糖。第二点，这不是药，不能取代药物。我要再一次强调，苹果红枣茶只是辅助，它不能取代你正在服用的降血压药、降血脂药或任何其他的药物。如果你现在有在吃药，一定要继续吃，不要自己停药，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第3点，饮用频率，不用每天喝，1个星期喝3到4次就够了，每次喝大概200毫升，大概是1个马克杯的量，喝太多也不好，凡事都要适量。第4点，喝完要漱口，因为红枣跟苹果都有糖分，喝完之后记得漱口，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牙齿，避免蛀牙或牙啃问题。第5点，听你的身体说话。如果你喝了之后觉得口乾舌燥，或是肚子胀胀的不舒服，那就代表红枣放太多了，下次可以减少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根据身体的反应来调整。记住，真正的健康是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的。我再跟你分享一下刚才提到的张伯伯后来的情况。张伯伯坚持喝了3个月的苹果红枣茶之后，不止睡眠改善了，他的血压也变得更稳定了。他跟我说，以前晚上常常会醒来好几次，现在一觉到天亮，早上起床精神也变好了。而且他的家人也说，他的气色比以前好很多，人也变得比较有活力。但我必须再次强调，张伯伯一直都有按时吃药，苹果红枣茶只是辅助他的治疗，让他的身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照顾。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养生不是要追求快速的效果，而是要有耐心、有毅力，一点一滴地累积。只要你愿意坚持，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正面的回应。好，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让我帮你总结一下，苹果红枣茶有哪4大好处？第一，帮助清理血管，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血管健康。第二，稳定血压，让你不用再担心血压忽高忽低。第3，帮助睡眠，让你晚上可以睡得更深更香。第4，调节肠胃，让消化变得更顺畅。我想告诉你的是，健康不在于你花多少钱去买昂贵的保健品，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多用一点心。你家厨房里的苹果跟红枣，就是守护你健康的最好武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或是身边的亲友，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是你有什么健康上的困扰，我会尽量回复大家。如果你愿意让我知道你有在关心自己的健康，请在留言区打上述字1。最后，祝福大家吃得对，睡得香，身体硬朗，长命百岁。我们下次见。